2013年10月31日，有報道稱，一名挪威男子科克喺4年前，因為撰寫有關研究網上加密系統嘅論文，而發現咗比特幣。佢覺得好有趣，於是貪玩咁用咗150挪威克朗，約197港元，買咗5000個比特幣。當時佢嘅女朋友仲埋怨佢用真金白銀買咗呢種虛擬貨幣。由於金額太少，佢好快已經忘記咗呢項投資。但係4年後，按照2013年10月31日嘅比特幣價格，呢5000個比特幣總值已經升到500萬克朗，約657萬港元，足夠佢喺首都奧斯陸高尚住宅區購買一個單位。我相信咧，到而家係升到1100蚊人仔，嗰啲低過1仙買到萬幾蚊嗰啲咧，而家就後悔啦，係咪啊？即係唔使搞咁多嘢啦，唔使炒股票啦，係咪？咁但係佢就好有趣，我哋啱啱而家夾住佢喺升第二個10萬倍嘅時候咧，就啱啱我哋可以有呢個嘅選擇嚇。咁就所以咧變咗嗱，有3樣嘢俾你知道嘅。第一有個 market 就係你喺嗰度買賣 Bitcoin 嘅地方嚇。簡單嚟講咧，就網上好似 eBay 咁啦，所以基本上嗰啲 email 都唔識接嗰啲人咧，咁你就好吃力啦，係咪？好似我哋教會有星 calling 啊，有好多科林，逼到你哋要上網，係咪學好多呢啲咁嘢？咁所以你會簡單啲嘅。第二咧，因為點解 market 裏邊要你跟住我哋教嗰啲？因為咧免得你俾人呃，因為事實上佢裏邊係靠講個信字嘅啫，所以好多 market 都會用一啲好多手續費啦，一定要嗰個人嘅有戶口登記啦，免得啲人呃咗之後一投訴去追翻咯，係咪？咁因為正如我所講，佢唔係 Visa 唔係銀行啊，所以而家暫時仲未設定一個再高啲嘅系統啊。但係遲啲咧，因為佢嘅龐大嘅運轉咧，個手續費一路跌緊嘅嚇。咁但係而家因為總之佢升幅大過佢嘅手續費嚇好多倍，咁所以呢個唔使計啦嚇。咁所以第一個係 market，我哋會介紹俾你知道喺而家你同外國買唔到嘅，因為外國嘅 market 好鬧交嘅。OK， 但你只能夠同中國嘅 market 度買到嘅，喺嗰度買，喺嗰度賣。你要學識點買，亦學識點賣。咁記住你買咗之後點都唔好放。OK， 點都唔好放啊！即係你點都留翻一個旁身，或者留翻一個俾你個孫。OK 嚇，因為佢升啊，除咗佢永遠只得2100萬個，因為每一個擁有 Bitcoin 嘅人咧係用個密碼去記住佢嘅，但係嗰人死咗咧，咁冇人用到佢 Bitcoin 噶啦，永遠擺喺度噶啦。所以變咗，當人類越嚟越死得多嘅時候咧，越嚟越人即係有咗呢啲嘅財富又離世嘅話咧 ，Bitcoin 自然就會升價噶啦。明唔明啊？有啲老豆唔記得留低個 Bitcoin 俾個仔，佢就叮咗啦。咁又少一個嘅喎，所以變咗佢會由2100萬變210萬個，由210萬個變21萬個，由21萬個可能變到2100個。明唔明啊？即係話按住人類歷史一路落去咧 ，Bitcoin 設計出嚟係會越嚟越少啊，一定噶嘛。因為佢跟住個密碼啫嘛，個密碼冇咗咪冇咯，係咪？所以 Bitcoin 一定會升，而並且如果全球得21個 Bitcoin， 全球貨幣喺晒度啊，你試下將全球切開21件啦。咁有一件係你㗎啦，有一個 Bitcoin， 明唔明啊？包括係地上嘅土地啦，佢嗰度資源啦，人類會創造嘅所有財富啦。如果要用佢對比嘅話，就要將全部財富去除翻 Bitcoin 嘅數量啊嘛。咁就係每一個 Bitcoin 嘅真正價。呢個就係因為我嗰陣時用銀同金去計過，所以我就識得計翻 Bitcoin 嘅價值咯。咁但係問題呢個係出邊認可嘅喎。OK， 呢一個計法啊，無論金同銀都係。但係而家金同銀將要唔係貨幣，只係貴金屬嘅話咧 ，Bitcoin 將會成為貨幣嘅話咧，咁一個 Bitcoin 嘅話咧，係佢價值嘅咩咧？我而家俾多條數你，邊個想知啊 ？Bitcoin 有歷史嚟咧，我當唔會有人死㗎啦，啊唔會有消失㗎啦。Bitcoin 只得2100萬個啊嘛，係咪？2100萬個啊嘛。好啦，我當全世界只得香港咁多人，700萬人，咁每一個人係分到幾多 Bitcoin 咧？3個，係佢哋一生嘅財富噶啦。我講全世界得香港咁多人啊，香港有幾多人啫？對比全世界，全世界啱啱係一個整數係70億人。換句話講咧，係1000個人先至有3個 Bitcoin， 係不斷會少嘅。所以變咗一個人留低一個 Bitcoin 就好似而家你留低翻講緊滿清啊，或者以前嗰啲銀元寶啊，或者金元寶嗰啲咧，哇！嗰啲金元寶賣到過百萬一個嘅而家。雖然佢哋都係1兩嚇，但係已經唔係嗰個價。Bitcoin 咧就做到呢樣嘢啦。OK， 佢本身你諗下虛擬，佢俾佢諗到條橋做呢樣嘢。好啦，第一個係 market。OK 嚇 market， 所以提議你今日買一個啦嚇，你信我就買一個啦，係咪啊？但我可以有機會錯嘅，所以我講俾你聽個冒險性啊。但係問題你自己唔會揾到呢樣嘢出嚟，係咪？因為係真係聽 Webbob， 而並且就算我聽咁多年 Webbob 咧，我都真係要轉咗幾個彎先至識，同埋要再加埋揾一啲。即係專業人才問暈晒佢哋先搞得掂，咁就你要知3樣嘢嘅啫。第一個 market， 第二銀包，跟我講銀包
係啦，個銀包咧可以擺喺你嘅 iPad 度啊，擺喺你嘅電腦度啊，擺喺邊度都得嘅。佢只係一個記憶嚟嘅啫。咁個銀包可以喺你自己私人電腦或者喺人哋嘅 server 度嘅，即係等於你有錢有個戶口喺 eBay 啫嘛。咁做過數快啲。咁所以通常提議咧就90%擺喺自己度，1%擺喺人哋嘅戶口度去過數。目前比特幣嘅使用仍然處於初型，其消費模式正在發展階段，故此大家需要學習如何買入比特幣同一般買賣交易平台嘅操作，亦都因為涉及買賣平台，所以會令人感到十分陌生。呢個步驟相當於我哋走進銀行兌換其他國家嘅貨幣，甚至若兌換某啲國家嘅鈔票，需要同銀行預先預約，因為銀行根本冇足夠嘅存備作兌換。現階段我哋未感到比特幣容易使用，只因未能輕易兌換。不過將來比特幣嘅兌換必會有着更普及嘅發展，甚至比特幣 ATM 提款機亦都已經期望喺香港發展，所以唔使憂心將來兌換比特幣嘅麻煩。所以弟兄姊妹，首要係學習以電話或電腦使用錢包，如何使用或者付款，咁樣可以讓大家喺666晶片推行之前，能夠安然度過大災難前嘅日子，唔需要以666晶片嚟運作買賣系統。比特幣錢包嘅使用其實已經十分普及，而且網上購物以比特幣付款已係大勢所趨。根據 BitPay， 全球其中一間第三方比特幣付款公司提供，單以其比特幣付款服務嘅公司都已經超過2萬間。李嘉誠私人創投基金為港投資確認，已投資於推動比特幣交易嘅網上支付系統 BitPay。eBay UK 亦都會於2014年2月10日正式接受比特幣買賣，並正考慮接受比特幣成為其中一種付款方式。網上購物網站 coinsfortech.com、overstock.com 所售賣嘅物品已係生活各種所需，由家具、電器、衣服、太陽眼鏡至廚具、書籍及雜誌等，全部都可以直接以比特幣進行交易，所以了解其使用方法應為首要。咁 Bitcoin 有好處，就算你擺人哋到人哋夾帶私逃拎走去咧都唔得嘅，都攞唔到你嗰啲 Bitcoin， 佢只係自滅嘅啫嚇。你個 Bitcoin 就從此消失，你又攞唔到，佢又攞唔到嘅啫，擺喺嗰度。OK， 咁所以變咗嗰啲都有佢可信原因 ，Bitcoin 已經考慮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問題擺喺你自己嘅電腦度有個問題就係你永遠唔好 jailbreak，因為而家現成已經有好多木馬咧，即係嗰啲病毒係入嚟偷你 Bitcoin 啊，佢 remote control 你嘅 Bitcoin， 又 sell 啲嘢俾佢 click 咗過去，因為你喺自己嘅電腦度唔使入密碼噶嘛。你打開個銀包就撳數噶啦嘛，明唔明啊？你開到個電話嘅密碼咧，你一撳個銀包你就撳掣咗過俾邊個 number 都得噶啦。OK， 就咁自己過數啊，佢話收到咁就貨到啦，咁樣噶嘛嚇。咁所以變咗第二樣你要知嘅銀包就分喺外邊同埋喺呢個度。好啦，咁因為第日會全球可能線斷纜啊嘛，所以呢個銀包就算擺喺出邊嘅銀包都唔好擺喺外國嘅 server， 要擺翻喺中國嗰度。咁所以會話俾你聽，中國嘅銀包喺邊度。咁但係你有一個咁樣嘅銀包咧，如我所講啦，你帶住個電話，帶住咩咧？第日去到有文明嘅城市咧，都會用呢種嘅貨幣嘅。咁你撳個掣就買嘢，撳個掣係食嘢，咁樣嘅嚇。OK，咁但係當然咧，第日會再簡化，會變咗 tips 嗰陣，你就唔好用啦，因為嗰個行過就已經可以過數噶啦，嗰啲嚇。好啦，第三咧就係掘礦啊，你就應該未必會做噶啦嚇，因為嗰個就係需要買個機 download 個 program 做個 service， 嗰個掘礦嘅系統就本身就係包括晒成個 Bitcoin 所有過戶嘅數咧都喺嗰度嘅，所以就佢會生翻晒所有成個系統出嚟嘅嚇。咁基本上嗰啲人係用好多個方法，好複雜嘅，呢個就係即係搞到一頭煙噶啦嚇呢啲。但係問題咧，有人咧掘就掘50個出嚟嘅。OK 啊，咁而家係每10分鐘25個嘅嚇，咁樣生出嚟喎。咁就嗰啲人係其實就如我所講，你嗰啲係生出嚟俾佢報酬，佢自己開咗個電腦，即係非常之專業嘅人才開個最勁嘅電腦咧，去 run 全世界嘅所有數據，兼夾再將嗰個數據再加密啊！呢如我所講呢種加密導致啲 hacker 嗰啲人咧 hack 唔到入去，同埋佢要用更勁嘅電腦咯。如果用得咁勁嘅電腦，你自己搞到 Bitcoin 咯已經嚇，咁所以變咗就佢個加密嘅程度就可以做到咁嘅現象。
咁就係啦，所以佢得3樣嘢嘅啫，就係第一樣我再講一次咧，就係你知道個 market 啊，即係佢個市場喺邊度做買賣，就好似介紹你 eBay 咁。第二就係有個銀包，記住有啲銀包係人嘅喎，所以就唔好亂咁 download 銀包啊！呢個 fancy 呢個靚啲喎，咁即係你一定要睇翻呢啲銀包喺邊度出，信唔信得過先至好你轉銀包啊！而即係我而家因為呢啲會幫你睇晒，然後介紹到你咁樣嘅嚇，咁就我哋今次唔會講掘礦噶啦。好啦，咁再講翻銀包啦，個銀包咧。記住咧，唔識電腦嗰啲人咧，就小心一 download 用翻你嘅電話啊，或者你嘅電腦嘅話咧，雖然係方便，因為你可以將佢插咗入個 USB，你劈低個電話，洗咗呢個 program，呢個 USB 去全球邊笪地方都可以開翻。但係問題咧，如果你喺你自己嘅電腦 down 咗，或者係自己洗咗，你揾唔翻出嚟嘅。OK， 咁啊永遠消失㗎啦。咁人哋發達，你冇錢㗎啦。OK， 因為又少咗 Bitcoin 啊嘛，呢個世界係咪？咁又於是乎你又自動升價，因為冇咁多 Bitcoin 嘅話，啲人咪唯有將扯高佢咯，即係好似金同銀一樣啫嘛，係咪？咁但係所以有啲擺喺出邊就好啲嘅啊，所以暫時嚟講，你哋得10個8個咧，對比人哋成千成萬個嗰啲咧，所以你擺喺出邊冇乜所謂嘅。但係記住就係話呢度會變嘅，不斷變嘅，因為等於以前嚟講咧，1萬個唔算係乜嘢，但係而家1000個已經係好緊要㗎啦嚇。咁嚟緊咧就10個都好緊要㗎啦，咁不斷變嘅出邊嘅 service， 咁嗰陣時你要喺呢方面銀包方面學識多啲嘢咧，就扯翻個 Bitcoin 擺翻喺你度，然後咧識得點樣去 back up 佢 ，back up 咗之後，就算個電腦瓜咗，你有個 USB 都 OK 嘅嚇。咁但係喺個過程當中咧，如果你出邊嘅銀包咧記得個密碼，你唔記得個密碼咧，你開唔翻嘅嚇，咁又係冇㗎啦。OK， 咁亦有人咧係試過啊，錯手 delete 咗自己同人哋嘅 Bitcoin。OK， 因為連銀包 delete 埋冇晒咁樣，因為佢始終係虛擬啊嘛，唔係一嚿金1兩銀你搬屋嘅時候會揾翻出嚟咁樣，佢唔係嘅嚇，咁你冇咗就冇噶啦，或者你嘅電腦 crash 咗，個 hard disk 燒咗，咁又冇嘅，咁所以變咗你裝喺自己電腦咧會有呢個危險，要俾你哋知道嘅。但係就係啦，就係咁麻煩，就係咁多咧，普通婆仔唔使諗噶啦，所以冇人同嗰啲人爭啦。就係呢樣嘢而家攔住全世界嘅人咧，去搶㗎咋。咁但係問題而家咧，塞浦路斯事件之後，按住 Webbox 講咧，又有另一個小島咧，將會又係咁樣沒收佢哋嘅錢嘅。跟住全個歐洲咧，連鎖反應，美國啊、加拿大同埋全個歐洲都係咁樣沒收啲人嘅錢，然後推佢哋去用 Bitcoin 嘅。嗰陣時咧，你會見識一日升100倍嘅感覺係點？OK 但係問題嗰陣時咧，明唔明啊？佢哋會簡化佢嘅，極之快會簡化佢嘅。但係而家就係因為呢個複雜咧，導致咧佢哋個衝擊係差唔多遲10日，啲人先申請到戶口，先搞到。OK， 搞到都唔知去邊度買。咁而家係有呢個問題嘅啫，所以唔好慎去複雜，因為如果唔複雜，晨早未輪到你買㗎啦，已經咁但係我哋將佢簡化咗，使到可以即刻起碼學識買一個，亦學識點樣賣翻出去。所以而家我哋買 Webbox 咧都係用 Bitcoin 㗎嘛。即係會撳個 Bitcoin 咁佢就 send 過嚟㗎啦。咁我哋撳過去嘅時候，影咗幅畫面嘅相，證明俾佢睇，我哋 send 咗過去，咁佢就我哋當然係信佢會 send 過嚟啦。咁叫佢信佢真係 send 過嚟咯。因為有啲你做買賣嘅時候真係冇得追㗎嘛，咁就要建立咗中間嗰個安全系統或者信任系統啦。有啲人咁樣或者即時交易咯嗰樣嘢。但係問題就係如我所講呢個就算你蕩失路啊，一個細路仔啊，佢擁有一個 Bitcoin 咧，咁就算冇咗阿爸阿媽，下半世可以花天酒地啦，咁樣係咪？咁樣啦即係只要你有一個咁就已經得㗎啦咁樣呢個就係好多人意想不到。但係有文明嘅地方就會有翻 Bitcoin 嘅，但係冇文明嘅農村咧都係用翻銀同埋金嘅。呢個就係按住 Webbox 去講嘅。